化妝間里瀰漫着一種近乎凝固的窒息感。鏡燈將謝霆鋒那像輪廓分明的臉切割成明暗兩半。他剛剛完成青島演唱會的一段彩排，汗水沿着鬢角滑落，在黑色的高領衫上印開深色的痕跡。助理端來的溫水已經涼透，他卻渾然不覺，只是反覆摩挲着手機邊緣那道細微的劃痕。此刻的香港，律師樓的玻璃幕牆正折射着8月灼熱的日光，而那裡即將發生的一切，將像一把碎了火的刀，在他早已千瘡百孔的心上再刻下一道無法愈合的印記。關於那份據說關乎數十億資產以及2個孩子未來貴族的法律協議，他並非全無心理準備，但那種懸在頭頂的鈍痛感，依然讓他每一次呼吸都帶着鐵鏽般的腥氣。他閉上眼，試圖將思緒抽離，卻無法阻擋記憶的潮水。他想起自己16歲那年，為了替父親借延長船巨債，被迫簽下那份長達10年的賣身契。那時候的他，面對鏡頭時滿身是刺，眼神裡全是如年齡不符的狠厲，仿佛一隻隨時準備撕碎一切的幼獸。後來，他與張柏芝的結合，像是一場盛大的煙火，絢爛得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卻又在極短的時間內急速墜落。那場持續了16個小時的通宵談判，至今歷歷在目。律師們像禿鷲一樣圍坐在長桌兩側，張柏芝的眼淚和他開出的那份揚盡到令人髮指的財產清單，交替折磨着他的神經。他曾以為自己早已對人性中的貪婪和絕望免疫，但面對曾經深愛過的女人，面對2個還不諳世事的孩子，那種撕裂感幾乎讓他失去了引以為傲的自制力。再後來，命運讓他與王菲重逢，那個始終活得通透，如同天際流雲般的女人，給了他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讓他明白，人生除了劇烈的愛恨與糾纏，船有靜水流深的陪伴和懂得。可即便如此，當他作為父親，不得不再次面對這種赤裸裸的關於金錢與骨肉的切割時，他發現自己依然無法做到真正的雲淡風輕。他必須去，這是他作為這家長子，作為那2個孩子的父親，必須獨自赴約的戰場。香港中環的律師樓內，冷氣開得給足，將窗外30多度的暑熱嚴實實地隔絕在外。謝霆鋒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裝，領帶繫得一絲不苟，但微微泛紅的眼眶和緊抿成一條直線的嘴唇，全是洩露了他內心的波瀾。長桌的另一頭，坐着張柏芝的法律代表團聚，以及那位如今已出落得越發像他的長子 Lucas。雷卡斯16歲了，身材颀長，眉眼間已經褪去了少年的稚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試圖用冷漠嚟武裝自己的生硬。他坐在那裡，脊背挺得不直，手裡攢着一支筆，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會議開始後，律師們例行公事地宣讀着冗長的條款，關於信託基金的變更細則，關於不動產的過戶程序，每一個字都冰冷而精準，不帶絲毫感情。謝霆鋒聽着，偶爾點頭，偶爾低聲與身旁的律師交換意見。他的聲音沙啞而克制，像是在給力壓抑着雜魔。直到話題觸及那份核心的監護人責任豁免與資產最終分配協議時，雷卡斯突然抬起了頭。少年那雙酷似謝霆鋒的眼睛裡，燃着一束浮雜的壓抑已久的火焰。他沒有看任何人，只是死死盯着面前那份密密麻麻的文本，嘴唇微微顫抖。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像之前一樣沉默地簽字時，雷卡斯動了。他的動作毫無預兆，右手猛地一揮，將面前那份厚重的協議文件狠狠地掃落在地。白色的紙像受驚的鳥群一樣嘩啦啦地散落了一地，有一仗甚至飄到了謝霆鋒的皮鞋邊。整個會議室瞬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連呼吸聲都清晰可聞。謝霆鋒的瞳孔在地震，他下意識地想要站起身，但身體卻仿佛被釘在了椅子上。他給力想要克制住那種從胸腔深處衝上來的近乎滅頂的絕望感，面部肌肉卻不受控制地細微抽搐着。他看到雷卡斯站了起來，少年緊握着拳頭，用一種近乎嘶吼的聲音喊道：
你們問過我的感受嗎？從小到大，你們有誰真正在乎過我想要摘麼？那聲音在密閉的空間裏回蕩，帶着少年人特有的尖銳和破碎感。謝霆鋒感覺自己的心臟像是被一隻無形的手狠狠攢住，然後擰緊。他想開口說些雜麼，喉嚨卻像是被滾燙的沙子堵住，發不出任何聲音。他太熟悉那種眼神了，那種被傷害到極致後，用憤怒來偽裝自己的脆弱眼神，簡直和他年輕時候如出一轍。他終於明白，這場看似理性的資產切割，對於這個敏感的少年而言，無異於一場公開的關於自己被父母定價和分配的羞辱。那些天文數字般的金錢，在倪子眼裏，或苦只是父母急於擺脫彼此，甚至擺脫他們兄弟二人的冰冷證據。謝霆鋒感到一陣劇烈的眩暈，他下意識地扶住桌緣，指尖冰涼。他想起了自己當年在台上公開向父親道歉時的那種如釋重負和深深的愧疚，而此刻他欠倪子的，恐怕比當初欠父親的船要多得多。消息如同長了翅膀一般，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傳遍了整個香港娛樂圈的毛細血管。儘管雙方律師團隊簽署了嚴格的保密協議，但那天在律師樓裏發生的那一幕，關於盧卡斯情緒失控怒撕協議的場景，依然通過各種隱蔽的渠道泄露了出去。媒體的標題一個比一個聳動，將謝霆鋒當時的反應形容為瞳孔地震和滿臉絕望。網絡上更是炸開了鍋，各種猜測甚囂塵上，有人指責像拍支教子魔方，有人痛批謝霆鋒只顧戀愛不顧倪子，更有人將矛頭指向了王菲，認為她才是導致這個家庭分崩離析的根源。那些積攢了10餘年的舊賬，又一次被翻了出來，在宮中的窺私獄中被反覆咀嚼、發酵。而此時的王菲正在北京的一家茶室裏，她已經56歲了，歲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跡並不明顯，反而沉澱出一種洗盡鉛華的淡然。她穿着簡單的棉麻衣衫，手裏轉動着一隻青瓷茶杯，聽着經紀人從電話那頭轉述的鋪天蓋地的輿情。她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慌亂，只是微微蹙了蹙眉。作為離謝霆鋒最近的人，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場風波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隱情，也更能體會此刻謝霆鋒和雷卡斯父子二人所承受的劇痛。她想起自己和李亞鵬離婚時處理宇宙正同李嫣關係時的小心翼翼。她知道，對於父母離異的孩子來說，金錢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那種被遺棄的恐懼感才是伴隨一生的夢魘。在那些捕風捉影的報道中，他看到了太多惡意的揣測，甚至有人翻出陳年舊事，暗示他從中作梗，挑撥謝霆鋒與倪子的關係。對於這些無稽之談，按照他以往的性子，是連一個眼神都懶得給的。但這一次，當他想起謝霆鋒在電話那頭低沉而疲憊的聲音，想起那個16歲少年撕碎協議時絕望的怒吼，他覺得有些底線，不能不去守護。很快，一位自稱與王菲交情匪淺的知情人士，通過某家主流媒體的專訪，含蓄卻又精準地釋放出了另一面的納幕。這位知情人透露，王菲在此事中不僅未有干預謝霆鋒的任何決定，反而一直在勸他要用更大的耐心和包容去化解與青春期倪子的隔閡。據該知情人描述，在雷卡斯情緒爆發後，謝霆鋒曾將自己關在酒店房間裏整整1天，而王菲則通過越洋電話陪他聊了很久。他告訴謝霆鋒，你要姜幸他還願意在你面前發火，如果有一天他連火都懶得對你發了，那才是真正的失去。這番話經由媒體的轉述，在網絡上迅速傳播開嚟，人們這才發現，那個一直以來被貼上高冷不食人間煙火標籤的天后，在處理這種繁俗的家庭糾紛時，竟然有着如此通透和入世的一面。與此同時，關於謝霆鋒早已在此次會談之前，就通過法律協議將名下逾10億的核心資產挖歸兩個倪子名下的舊聞，也被重新挖了出來。事實並非像某些小報渲染的那樣，是謝霆鋒試圖甩掉包袱或是克扣倪子，恰恰相反，他所做的一切，
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孩子們的未來構建一道足夠堅固的經濟防火牆。只是他在處理父子情感溝通的方式上，依然笨拙得像當年那個在舞台上摔吉他的少年。這場風波像一面多棱鏡，折射出了這個重組家庭內部複雜而微妙的情感光譜。雷卡斯的爆發，表面上看是對冰冷法律程序的抗拒，實則是對父母之愛極度渴求的一種反向表達。他想要的可能從來都不是那不剪的貴族權，而是渴望看到父親眼中那份超越金剪的、毫無保留的在乎。而謝霆鋒在那短短幾秒鐘那無法掩飾的滿臉絕望，恰恰證明了他內心深處對兒子的深愛。若是不愛，又何來絕望？若不是在乎，又怎會為兒子的一句自問而瞬間崩潰？王菲的沉默與隨後的幕後發聲，更是展現了他在這個漩渦中極高的情商和同理心。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既不愧越俎代庖去扮演一個繼母的角色強行介入，也不愧袖手旁觀任由輿論將謝霆鋒塑造成一個冷血自私的父親。他用自己的方式，以柔克剛地穩定了謝霆鋒的情緒，也在潛移默化中為修復這對父子關係留下了一道轉圜的縫隙。至於張柏芝，雖然在此次協議簽署過程中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但熟悉當年立情的人都清楚，他在這10餘年裡獨自撫養2個兒子的艱辛與付出，絕非一紙協議可以抹殺。他與謝霆鋒之間的恩怨早已如陳年舊賬，翻不出什麼新意。但作為母親，他骨子裡的堅韌和對兒子的保護欲，依然是盧卡斯和弟弟最堅實的後盾。這一場圍繞着金錢與親情的博弈，最終以一種極盡慘烈卻又帶着些許人性溫度的方式，暫時落下了帷幕。那個被媒體反覆提及的私協議瞬間，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所有當事人內心深處塵封已久的情感閘門。它讓人看到，即使是坐擁億萬身家的明星，在面對父子隔閡與少年成長的陣痛時，與普通人家並無二致。謝霆鋒在那一刻的失態，讓他從那個高高在上的偶像符號，變回了一個笨拙、無奈，因為愛着兒子所以痛徹心扉的普通父親。王菲的被牽扯，反而讓公眾窺見了他在處理親密關係時那份難得的理性和悲憫。而雷卡斯，這個一出生就活在聚光燈下的星二代，他用最激烈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獨立意志，哪怕這種方式帶着殘酷的少年義氣。風波逐漸平息後，謝霆鋒未有像以往那樣立刻投入高強度的工作來麻醉自己，他推掉了幾個綜藝邀約，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拍到獨自留在北京，住在如王菲的愛巢李心居簡出。偶爾有狗仔隊拍到他和王菲一起在深夜的胡同裡散步，兩人都穿着低調的深色衣服，一前一後，保持着不遠不近的距離。王菲走累了，就蹲下來繫鞋帶，謝霆鋒就站在旁邊等他，背影在昏黃的路燈下被拉得很長很長。那種沉靜而默契的氛圍，與外界的喧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來有網友爆料說，曾在香港中環的某家書店裡看到謝霆鋒，他正在翻閱關於青少年心理學的書籍。不知道這是否是他為了走近雷卡斯的內心世界所做的笨拙功課，但至少表明，這位曾經桀驁不馴的父親，正在試着低下頭，去學習如何與已經長大的兒子相處。而雷卡斯那邊，據說在事件發生後的某個深夜，曾給謝霆鋒發過一條簡短的訊息，只有3個字：對不起。謝霆鋒對着那3個字看了很久，最後只回覆了一句：是爸爸對不起你，週末想吃什麼，我做給你。這對父子之間長達10餘年的堅冰，終於在那一場驚濤駭浪的衝擊之後，開始出現了第一道融化的裂痕。沒有人知道那道裂痕最終能否通向春暖花開，但至少在那場席捲了所有當事人的地震過後，廢墟之上，有人開始試着清理瓦礫，重新搭建溝通的橋樑。這或許就是生活最殘酷也最真實的地方。他用撕毀協議、瞳孔地震、滿臉絕望這樣極具戲劇性的方式逼迫你直面瘡疤，然後又用深夜的一碗熱湯、書架上的一本書以及無聲的陪伴
來告訴你越合的可能性。謝霆鋒在經歷了父親謝賢離世與兒子正面衝突這一連串的打擊後，仿佛在一夜之間又老成了苦多。但他眼中的那股狠勁，正在被一種更為深沉、更為複雜的東西所取代。那裡面有對過往的懺悔，有對當下的珍視，也有對未來雖不確定卻依然願意前行的勇氣。王菲始終是那個站在不遠不近處的人，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他，一切都會過去，而過去之後留下來的才是真正重要的。風旋在吹，香港的夜空依然霓虹閃落，而足於謝霆鋒、雷卡斯以及他們背後那個籠大而久擱的家庭故事，船圓圓沒有走到終點。